台湾冬季大游行10月26日伫台北起过，台北市府嘛推出观光活动，带民众坐巴士去每一个甲冬季发展历史有关系地点行搭，用性别平等、性别友善的价值来发展观光。手提绿色轻的机仔，欢喜坐伫观光巴士内底，宣告台北市的彩轻观光巴士系列活动正式起过。活动其中就规划3条甲冬季的文化、音乐、电影相关的观光巴士路线，互导览员带民众行到台北市，了解参冬季有关系的地点。可以由我们的市政府广场到我们的市议会，到我们的当代艺术馆，到我们的228和平公园。因为其实228和平公园对于同志的历史的发展以及演变，算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以及常德街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我们的常德街事件。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而且每年10月的上尾一个拜六，台湾冬季游行拢会伫台北市举办。去年的冬季游行有17.6万人次参与，其中有1成到2成是外国的民众。而10月26日台湾冬季游行剩1个月，台北市府也希望透过观光，让国内外民众拢感受台北市的多元、友善甲包容。台北市已经成为亚洲可以说是最友善、最注重性平的一个国际城市。那我们从每年10月份，我们在台北市举办的这些同志大游行活动都能够吸引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还有外县市的朋友到台北来。除了观光路线伫松山文创园区、信义商圈、西门町这寡指标观光地点，市府也有设 LGBTQ+ 族群相关的装置艺术。对10月份冬季游行的脚步行，台北市也帮以性平友善为主题，发展彩轻观光。记者郭文霞、郭玉林台北报道。